各位本地農業嘅朋友、農夫，大家好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每次想揾多個新銷路，想交菜俾一啲新嘅平台嘅時候，每次都要由頭介紹自己一次，呢頭又要影幾張菜相 send 俾人，嗰頭又要重新打字，重複又重複，真係好鬼煩，又嘥時間、嘥精力。最慘係你 send 咗一大堆過去，對方又話呢啲唔係我哋最想知嘅嘢喎。其實呢，市面上好多新興嘅渠道、小店或者網上平台都好想支持香港本地農業，好想買到大家種嘅本地靚菜，但偏偏大家往往卡喺第一步溝通。你唔知渠道要啲乜嘢，渠道又唔知你有乜嘢。有很多平台曾表示，我哋唔係唔想支持本地農夫，而係每次去接洽，農夫俾嘅資料都太過零散。今日 WhatsApp 傾幾句，第二日又漏咗講送貨安排，我哋要花好多時間逐個追問，逐個了解，無形中個合作門檻就變到好高。所以呢條影片就係想一隻手幫大家解決呢個煩惱。我哋會幫你一次過將渠道最想知、最關心嘅資料整理好，教你用最簡單、最慳時間嘅方法，幫自己做一個專屬嘅農場故事檔案。影片嘅第二部分仲會話埋俾你聽，對接唔同嘅渠道分別要準備啲咩。一條片幫你搞清你有咩王牌，你適合交貨俾邊個渠道，同埋你應該準備乜資料。我哋第一步當然係介紹自己，你係邊個，你農場叫咩名，點樣聯絡你，你個農場又喺邊個區域。不過除咗呢啲基本底細之外，其實有一樣嘢容易忽略，就係你個農場背後嘅故事。我知好多農夫一聽到第一反應一定係，哎呀，我日日都係擔住個鋤頭耕田，我有乜嘢故事好講啊？但我想話你知，呢一欄偏偏先係最有價值嘅部分，因為不論係買你菜嘅街坊，定係想同你長遠合作嘅渠道商，佢哋唔單止想知你今日有幾多斤菜心交，佢哋仲好想知種菜嗰個人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，有一個故事喺度，人哋先容易記住你，甚至會令消費者睇完覺得，哇，呢個農夫真係好有心，就憑佢呢份堅持，我之後買菜都一定要幫親佢。對售商嚟講，道理一模一樣，當佢哋多了解你少少，覺得你呢個人有血有肉，有人情味，對你嘅信任感自然就會高好多。而且如果佢哋之後想喺 Facebook、Instagram 幫你寫介紹，幫你宣傳推廣，佢哋直接攞你呢個基礎故事去用就得，大家都慳返好多功夫。咁實際上呢度可以寫啲咩呢？其實真係唔使長篇大論，寫兩三句最老實嘅心底話就夠啦。例如你個農場有咩與眾不同，例如我哋呢度水源最清，種出嚟嘅蘿蔔特別甜，你點解明知喺香港做農業咁艱難，都仲肯繼續做？例如無佢就係唔想荒廢咗老豆留落嚟呢塊地，想香港人食返本地味，你有咩非一般嘅堅持？例如我寧願人手慢慢捉蟲，都絕對唔落一滴化學農藥。或者你種緊咩得意嘅品種？例如出面好少人種呢隻本地小冬瓜，因為打理好花心機，但我偏偏就種得最好。大家要記住，呢啲故事先至係你同其他農場最大嘅分別，亦都係最能夠打動人，最令人一聽就記住你嘅招牌。跟住落嚟呢部分，可以話係渠道商決定同唔同你長遠合作嘅關鍵，就係耕作方法。好多經驗豐富嘅新興平台或者買手，想知一個農夫靠唔靠得住，啲菜質素好唔好，第一個動作就係去睇你點樣種菜。依家種植方法好多種，如果你手頭上有攞到了本地嘅有機認證，好簡單，請直接填埋你張證書嘅認證編號。有咗呢個編號，大家一查就知，合作都爽快啲。但我知好多農夫一聽到認證兩個字，心裏就會暗暗擔憂，哎呀，我冇錢冇時間去申請張有機證書啊，係咪就代表好難同人合作，冇人肯要我啲菜？你千祈唔好咁諗，完全唔使驚。依家好多有心嘅買家同網店，佢哋絕對唔會只睇一張證書去認人，
只要你行得正，企得正，一樣有好多方法證明你嘅實力。例如，你可以喺呢度同啲買家講，歡迎隨時約時間嚟我農場參觀，親眼睇下菜靚唔靚。又或者，如果你平時種植方式會保護個田，好似雖然冇證書，但我哋定期有做泥土同水源測試，而且堅持唔落任何化學化肥農藥。只要你願意公開透明，買家見到你嘅誠意，一樣會對你信心十足。講完點樣種，下一步自然要講下主要產品同產量收成期啦。大家寫呢度嘅時候，盡量跟住季節去寫清楚。例如，夏天主力交白豆角、青瓜，秋冬天就交大蘿蔔。如果你主力種緊一啲市面上好少見、好特別嘅品種，記住要大字寫出嚟，因為依家好多特色餐廳、文青小店或者精品有機店，佢哋最中意揾出面街市買唔到嘅特色本地菜，呢個絕對係我哋本地小農爭生意嘅最強優勢。最後，我哋講講大家最頭痛、最敏感嘅話題——產量。好多農夫最怕人哋問你一星期交到幾多斤貨啊？大家會擔心本地菜睇天食飯嘛，一打風暴雨，成幅田浸晒，我點保證到個精確數字俾你？萬一應承咗交唔出貨，咪好似變咗我講大話。銷售商既然選擇支持本地農業，佢哋心知肚明本地菜有季節性同不穩定性，佢哋一早就有晒心理準備。我哋唔需要你寫死一個保證數字，你只需填一個大約範圍就得。例如你可以寫，如果順風順水，每星期大約交到20至30公斤，但如果遇到打風落雨等天氣影響，收成會有浮動。我想話大家知，銷售商最驚嘅其實唔係你因天氣交唔足貨，佢哋最驚嘅係農夫臨急抱佛腳，甚至玩消失不理人，承諾咗但做唔到，等佢哋對住啲客開天窗。所以呢，大家只要喺名片上老老實實說明個浮動範圍，你越坦白，越講實話，渠道商反而覺得你做嘢有預算，最誠實，更加放心同你長遠合作，一齊承擔風雨。所以放心照實填寫啦。聽完點樣種菜、收成幾多之後，我哋嚟到第三個，亦都係渠道商決定成唔成到單最實際嘅關鍵考量：訂購與物流。好多時唔係你種嘅產品唔夠靚，亦都係唔係你個人靠唔住，而係物流搞唔掂，單生意就完全講唔落去。大家都知道香港嘅運費、人工有幾貴，如果兩邊距離太遠，時間又夾唔好，加上條路又塞一塞，原本你喺田裏啱啱摘落嚟，不知幾靚幾水靈嘅本地菜，一去到喺市區嘅銷售商手裏，可能已經全部謝晒、黃晒，咁就真係浪費大家嘅心血啦。所以呢，我哋一定要喺物流上講清講楚，等銷售商可以預好個成本。送貨方式，如果你有車可以自送，請寫清楚你能夠送到邊幾個區域，同埋大約收幾多運費。如果你冇車，需要買家自取，請寫清楚取貨嘅具體地點同埋方便嘅時間。如果你打算揾第三方快遞、客貨車配送，最好提供一個大約嘅費用預估，方便大家商量下邊個出呢筆錢。訂貨時間同埋供貨頻率，你可以填逢星期一接單，星期三出貨，或者需提前3日訂貨。至於供貨頻率，係1星期交一次，每2星期一次，定係完全視乎收成，照直填寫就得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大佬，使唔使寫到咁詳細、咁死板啊？我想話俾大家知，真係非常有必要，因為渠道商每天都要開門做生意，佢哋需要將你正式納入佢哋嘅購計劃入面。如果大家嘅訂貨時間含含糊糊，交貨日子撞嚟撞去，渠道商再安排每星期進貨，甚至幫你跟消費者推廣宣傳嘅時候，就根本沒辦法把將你算計入去，最後可能寧願去買入口菜。所以呢，大家將物流同時間寫得清清楚楚，唔單止係幫渠道商做預算，更係保護好大家一整幅田嘅心血，等大家嘅本地靚菜可以用最快、最靚嘅姿態送到街坊手裏。下一部分係食用方法，
好多農夫朋友一睇到，可能又會一頭霧水。大佬，我負責種菜咋嘛？點解仲要我出埋食譜教人煮菜啊？常見品種當然大家都知，但如果你種緊一啲比較少見或者特別嘅得意品種，街坊同買手可能真係未必識得處理。呢個時候，只要你喺度寫簡單兩句，例如呢隻本地青瓜好爽脆，最啱用嚟做沙律生食，或者我拎嚟炒蛋特別香。銷售商收到之後，可以直接複製當做銷售介紹。客人一睇到，哇，農夫親自推薦點煮喎，好似好正，買包返去試下先。你睇成交嘅機會率係咪大大提升先？除咗教人點煮，呢度仲有一個睇靚相嘅地方，可以俾大家放上平時農場嘅實景照，或者你開嘅 Facebook、Instagram 專頁二維碼相片，往往就係最直接、最有力嘅實力證明。依家嘅銷售商同消費者好睇重有圖有真相，當佢哋親眼見到你幅田環境幾乾淨，見到啲菜喺田裏水靈靈嘅生長狀態，甚至見到你喺烈日下除草流汗嘅真實樣貌，佢哋對呢個農場嘅信任感絕對會直線飆升。最後就係底部嘅其他想分享，你可以寫同消費者想講嘅真心話。好多農夫最怕啲客嫌棄啲菜有蟲洞，你大可以理直氣壯喺度寫：顧客請放心，菜葉上有少少蟲洞，其實唔代表棵菜唔靚，反而證明我哋冇落過化學農藥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天然。第二張貼紙係展現你實力嘅表現信號。如果你之前或者依家有同過其他大型機構、學校或者知名餐廳合作交貨，千祈唔好客氣，通通寫出嚟。例如曾供應俾 XX 小學綠色午餐，或者現正與中華 XX 綠色餐廳合作。新嘅渠道商一睇到，哇，原來咁厲害嘅機構都一直幫襯緊你，認可你，咁你嘅產品質素同人品肯定有保證啦。咁樣新拍檔自然會100個放心，同你合作成功嘅機會率想唔提高都難啦。好啦，第一部分就係咁簡單，千祈唔好小看呢張農場檔案，只要花幾分鐘填好佢，以後想揾新買家合作，一次過 send 過去就清清楚楚，唔單止幫你同合作夥伴減少誤會，仲可以慳返好多嘅溝通時間。多謝收睇，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實用，或者有任何意見，歡迎 scan QR code 填份問卷，幫我哋做得更好。多謝大家。